接下來同大家紹介一個對苗栗農工退休的先生陳元金，伊過後翕相26年來翕了許多自然奇景同植物生態，最近以稍微240種苗栗野內的植物出版了《苗栗客鄉植物演繹》的書，裡邊唔單止有中英文對照，還有客話注解，伊希望客家子弟用母語認識家鄉的植物，了解裡邊有按多用的意義。又有乜嘅智慧？拿出心愛嘅翕相機，同器材路準備好勢，陳元金愛去翕綠色植物。遇到蔬菜腳架表啊好，拿出翕相機對好目標，陳元金完全沉浸喺綠色世界裡度。它有開，但是幾乎到最長鏡頭，就到超過600米，在拍那特寫。一片翕相片和一片婀娜自家鏡頭度的綠色馬島。哦，這香水樹是很漂亮。我為特殊的植物留下貴重的相片，也唔係簡單的事情。喺苗栗眼鏡一樣群成員的陳元金分享自家的經驗。像俺翕俺個，像俺條翕的俺個特寫的哈，跟香水樹啊，因為按煙，過按過，聽到有腳架，腳架聽到準備來腳架，我這你聽鳥再強，像我不清楚。過另外還加嘛呢？偏光鏡。我人家天空哈，翕我拍拍，這是最基本的一種要求。過後入境的陳元金係苗栗農工退休的先生，廿20年來已翕了千多的自然奇景，記錄了千多的植物，留下許多客家中直接看到也係特有的植物的相片。2年陳元金同佢一生人翕的相片，整理編寫咗苗栗客鄉植物演出版。我記錄苗栗所有的嘛嘅嗰種當豐厚的植物資源，苗栗很多東西呢。是我配備冇嘅，我將留下來。我另外因為喺農業教，我做下東西呢，做樣嘅教學媒體啊，較好使用。亞好法呢，在客家人家中呢，暗暗發出體香。書上介紹了242種同客家有關的植物，搭配600種的圖片，本人一看就對植物生態做得了解。我也都去參觀咧哈，看到嘅他們做嘅松花，也做係雌花，你看，ยัง有個盤，我家哈一批一批會落下來，佢會打油桶子。佢嘅過程當然未出門100路做得順利完成，還要了解植物的特性，能做得完整記錄生長、開花、大致的情形。而家在那時間會出來，像台灣蘭樹，我都10年以後，像這香水樹是也下8、9年的，我過其他以為台灣係春天可以個多啦，春天3、4年就青到，不過3、4年都也好，難拔。苗栗客鄉植物園書上介紹的植物，唔單淨係中英文對照，最特別的係客家嘅漢語發音嘅注解，像係學名無患子，客話按作無龍子；學名古樹，客話按作綠嘅樹。希望利用一個機會，幫客家子弟做得用母語認識植物。當作植物哈，客家基本上名係唔傳下去，基本會識睇咧。我要來約出來，像亞行也我翕定嘅香水樹、鵝鳥頭，我係唔翕喎，像說咩睇都冇睇咧啊！
我这样机留下来，当然很有成就感啦。你看，看了一条，我这还蛮大。对啊。有眼了。李先生，哎，摆么来呀？要哪个法？也系啊，鹅鸟头。鹅鸟头啊？因為唔係每種植物都係按普遍，比到潛出特殊植物嘅客家人嘅，成員兼係內地拜訪老人家滿詳細。我鵝鳥頭，我也是唔知。我做到乜葵吧，係會都網頁跌下來，要不上嘢，咁講係呢。還有我字，係字呢咪。貴嘢嗬，現在網絡很發達，網絡可以查。自己學法，所以下單工去尋咯，一家家去尋。個第一就講，我尋個嘛係個老一輩、老一批人啊，可以樣去講。要做真功夫了，要做唔係個假背做嚟咯。要做我冇個老一批人可以樣去講。佢完全靠自家了，佢冇辦法講奈何炒，冇奈何炒。睇下書韓國潛植物客家名嘅一個程度，成員兼講，嗰度植物嘅客家安名先有美感，唔會書本反而嘅安名。客家植物嗬，一度嗬是在叫安名啊。實在唔會輸貴意哦，係之後吼，像我嚟頭下講嘅苦，閩南話講苦練，客話冇講苦練，講苦練，有咗客家人聰明，苦練咪太咪冇啊，cái苦練你練苦咪愛咯，有客家人就講苦練啊，佢呢度按前客家安名吼，安到越好，唔會輸好呢。關於植物圖鑑嘅相關圖書，還係缺少行業嘅部分。成員建希望用本土客家觀點切入，加入行業注解，本後推主題認識亞地地圖上特有嘅生態，還做得曉得用客話講出客家種嘅植物，了解其中嘅意義同智慧。以上係下禮拜嘅客家新聞插紙，感謝大家嘅收看。有乜嘅意見，也算自行愛提供，每場同樣嘅聯絡，再會。